文博会吸引10万人人潮满满，有一个火仔排了1点钟才入场，也毋过才踅到第一搭尔尔，煞互业者怀疑因的查某囝有偷摕商品。小朋友就也没想什么，他就把包包打开，就跟爸爸说：“哦，就这2张名片，看完就确定没有拿东西，我们就进行下一趟嘛。”这个火仔自行把卡棒拍开检查了后，双方确认只有2张免费的面试，才继续去踅。也毋过，搁互业者查条话，也搁要求爱草找卡棒，也搁肯定的讲商品一定互放伫别所在。不过，伊在检查并无发现有商品，事后想要业者回失礼，煞互讲欢迎去检机。我听到这个我就整个大爆炸，我就想说，你们可以这样子乱，就是你可以这样子乱讲话吗？他那个不好意思含在嘴里讲来了，不好意思可以走。你们可以离开了。气势文博会互动做贼仔，毋那好心情全拢无落，查某囝的心灵嘛受到伤害。甲代志经过抛到面册顶悬，业者的卖种业全拢互网友留言，话讲会当去提告。对方就是说你要去告就去告的。哦对啊，就去告没有就没有啊，对啊，我是这样想，会感觉还蛮不好的。如果是当众大家收包包，有点尴尬。业者发出声明，表示讲现场环境较差，全程拢有甲家长做沟通，造成困扰，非常失礼。目前嘛已经报警。根据了解，这搭业者偷摆到文博会就发生代志，互人留下无好的印象。台湾新闻综合报道。